主后2025年2月2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谁会当得到产业？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民数记27章第19、23节。约瑟的后代，马西支族中间有马西的元孙、马吉的曾孙、基列的孙、希弗的囝、谢罗菲哈的查某囝，就是马拉、拿阿、哈拉、米迦、底撒。因来会幕门口徛伫摩西祭司以利亚撒甲众首领以及会众的面前，讲：阮老爸死伫旷野，毋是因为甲可拉迄党的人斗阵攻击上主，是伫家己的罪中死。毋过伊无后生，是安怎？因为阮老爸无后生，就将伊的名对伊的宗族摕掉，请对阮老爸的兄弟分产业互阮。摩西就将因的案件提到上主的面前。上主命令摩西讲：谢罗菲哈的查某囝讲了有理，你一定着对因老爸的兄弟分土地，互因做产业，互因继承因老爸的产业。你嘛着吩咐以色列人讲：人若死无后生，就着将伊的产业分互伊的查某囝；伊若阁无查某囝，就着将伊的产业分互伊的兄弟；伊若阁无兄弟，就着将伊的产业分互伊的老爸的兄弟；伊的老爸若阁无兄弟，就将伊的产业互伊家族的至亲继承。这个是摩西照上主的吩咐，要做以色列人的规例甲命令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上阿巴林山去看我赐予以色列人的地。你看了，就要甲你的兄哥阿伦同款，转去你的列祖遐。因为伫神的旷野，会众伫甲我吵时，恁违背我的命令。伫庆出水的所在，会众的面前无尊我做圣。这水是指神的旷野，加地斯的米利巴水泉。摩西对上主讲：上主，你是赏赐性命互世间人的上帝，求你设立一个人来治理会众，伫因中间出入，带因交战，互上主的会众袂亲像无牧者的羊群。上主对摩西讲：恁的囝约书亚内面有上帝的神，你带伊来，甲伊换手，互伊徛伫祭司以利亚撒甲全体会众的面前，将职责交代伊，佮将你的尊严权柄分互伊，互以色列的全体会众拢服从伊。伊着徛伫祭司以利亚撒的面前，请以利亚撒用乌灵向上主请示，伊甲以色列全体会众着照以利亚撒的指示出入交战。摩西就照上主的命令，带约书亚来，互伊徛伫祭司以利亚撒甲会众的面前，佮照上主对伊的命令，甲约书亚换手，将职责交代伊。谁会当得到产业？若用现代社会的眼光来看谢罗菲哈的这个查某囝的故事，咱往往掠做这是一个男女平等的记载。不过，谢罗菲哈的查某囝的诉求，并毋是男女平等，反倒是要伫以色列中留落老爸的名。民数记通讲是出埃及记的心灵版。第一代以色列人虽然已经离开埃及，毋过因的心灵习性还停留在埃及
甚至因一拄着困难，就想要倒转去埃及。直到第二代以色列人长大，伫第二遍点算人口了后，因无搁再要求要转去埃及。其中塞勒菲哈的遐个查某囝，通讲是以色列人的模范，互咱看出出埃及的第二代已经有信心领受上帝应允之地。互咱回顾民数记中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人的重要故事。摩西派12名侦探第一遍去侦察迦南地，迄时12名侦探中有10个人传播无确实的信息，互人民送胆，直到埋怨讲：上主若要带阮来到遮，害阮互人杀死，某囝嘛互人掠去，阮倒去埃及减无较好。因为因的毋信，上帝当当时宣布：恁中间有登录20岁以上对我发怨言的人，一定袂当入去我立誓应允要互恁徛起的地。对照来看，当塞勒菲哈的查某囝对上帝的应允，有截然无同的回应。因相信上帝应允的土地是真实的，佮用行动来表达信心。虽然塞勒菲哈的查某囝因甲遐个侦探所面对的困难无同，毋过因争取产业的过程，想来也是高难度的挑战。伫以色列的司法审理体系中，有10副长、50副长、100副长，因要求判决必定着照即个系统层层往上申诉，努力表达意见，来争取为老爸留名的产业。咱通想象，因必定是奋斗真久，最后才来到摩西的面前。换句话讲，除了加勒和约书亚这2个人以外，其他遐个到迦南地侦察的侦探，拢无相信上帝的应允，也无相信家己会当得到上帝所应允的土地。若是塞勒菲哈的查某囝会通来到摩西面前，就是因为因相信你用对判决中得到属于老爸名分的土地，迄常时是上帝应允的土地。因的诉求，上帝有听到，搁互产业的继承资格变搁较有寻求性。对个人的角度来看，塞勒菲哈的查某囝争取到老爸名下的产业，但是对救恩的角度来看，因的性命表达出以色列人开始对上帝应允产生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塞勒菲哈的查某囝，好像创世纪中挪亚的故事，大水摕去的时，粉鸟仔甲新的橄榄叶转来，迄是大水摕去的记号。塞勒菲哈的查某囝的行动，也是一个信心的记号。默想，今仔日我心中的渴望，甲初信主的时有啥物无同？今仔日我心中的渴望，甲初信主的时有啥物无同？咱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求你赐真理的神，教示我伫咧处理财物的事务顶面，效法塞勒菲哈的查某囝因的模样，显出对你的信望爱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